第一次嚟啊！今日好好玩咧，佢哋10週年。呢個環保設施好大啦，首先空間喺我心目中，我覺得環保設施應該都會比較裝修簡單啊。但係呢，我嚟到呢度呢個感覺係完全係相反嘅。其實我好似5年前已經嚟過 T Park 一次啦，咁嗰陣時就覺得係好新奇啦。原來香港有一個咁嘅地方，又係做教育之餘，又做轉廢為能啦，所以嗰陣時都覺得係好 amazing 啦。咁同埋成個地方又好大，好舒服嘅。咁5年後翻嚟，覺得呢度設施多咗啦，同埋活動又多咗啦，比起我5年前嘅話係更加多元化，更加多嘢玩嘅。今日咧整咗一個咧用環保布料做嘅煲呔，咁都整得好好，好靚。今日參加咗整個煲呔啦，跟住又吸咗印仔，同埋整咗呢個卡號。因為我哋呢個工作坊都係用舊嘅布料嚟轉化為新嘅物品啦，一個煲呔，咁同 T Park 嘅理念都好相近嘅，就係轉廢為能。對我哋嚟講都好有意義，同埋好開心可以參與到今次嘅工作坊。我覺得今日參觀呢一個導賞團呢，係令我最印象深刻嘅。可能讀書讀過嗰啲焚化爐係點樣運作啊，但係從來冇親眼見過一個焚化爐啦。咁今日就有呢度嘅員工去介紹，即係香港係點樣利用焚化爐去處理一啲污泥同埋污水。咁都喺呢個過程入邊都學到好多知識咯。咁就希望更多人可以嚟呢度睇到，識多啲環保嘅知識咯。咁希望將來我哋可以一齊將廢棄嘅物品、廢棄嘅物料好好咁利用。我會希望嚟緊呢10年呢 T Park 可以繼續去教育香港人環保工作係點樣啦，最緊要咧係源頭減廢啦，做到呢一樣嘢，咁 T Park 嘅工作咧就應該會少啲噶啦。T Park 10歲生日快樂 ！T Park 10歲生日快樂！ T Park 10歲生日快樂！ T Park 10歲生日快樂！